右手内底是严硬，读我伫黄昏的水边等你。郑顺聪文。人讲歌诗是创作者性地的展现，点内底藏真侪心思，一叶一蕊，停停踏踏，了了来甲显开。咱拄着的是好笑神，哀怨的目睭，或者茫茫渺渺，拢有伫郭德沙的台语诗集。我伫黄昏的水边等你内底面，拢有读者目睭铁金看到的是嘉南平洋的景致，世上的野草野花，社会问题时势议论，字阮生命的体悟，诗人的心肝影仔。毋过，就亲像规本册第一首诗见笑草所写的，因为占着你的路真歹势，赶紧合起来让你过。爱说字，阮有刺，袂使小创治，野花嘛是有志气。行去测着人的意，毋敢碍着世界的芳势。拄开始先来吞忍。叶照道讲过，台湾作家的命运去互放伫野地，自生自灭。顾德沙的人生拄着事业、家庭、身体难关，互即蕊野花搁较后开。踮生命的一尾，用查某人的眼硬和牵挽来写诗，先有华语诗集《时间密码》，煞来出版。我伫黄昏的水边等你，无论台语华语，手路幼秀，红仔架拢真雅气。掠怀掠得，即诗的面照皮。这诗集是顾德沙台语诗艺术的全面展现，甲日常的话语、台语歌词、汉文的底字、华语现代诗的理路，含着绵绵的情意，夹做顾德沙家己的诗句，可比经诗先甲棉花抽出来，一丝一丝，豆豆仔牵做一蕊一蕊的魂。将军棉，白色色、幼长长的丝线，买来织面照皮，交互读诗的你。当人世霜寒，留一縷的烧落，这是诗人的大心和热心，要互诗的温度温温啊烧，温温啊烫。为别人设想，无顾着家己，一个人的时阵嘛是会虚微。煞歹势，互关心伊的亲友挂念，问讲最近好无？伊总是微微啊笑。敢若无代志，讲一寡五四三的，我真好，免怪伊。逐工拢是好日子，看云、听雨、等暗暝，好日子。迄款云淡风轻，你贴希望，互好日子这首诗真做经典。话是安尼讲。辛苦病痛的拖磨和结归完的悲哀，是不时来创治。咱读字段，说吧记忆就知。若写作诗，就变做花啊草啊，迄世上的物仔，咱一蕊一叶压落来，大胆来显开，就会当看到内底的伤心。本省的文艺光彩，册名我伫黄昏的水边等你，那亲像话含伫喙内，心思重重，只好照水写字，请风寄诗。作者是咧等待啥货呢？互人想到丁宇贤作曲
周天木作事的月夜愁。月色照在三山路，风吹微微，等待的人若袂来。诗集的图和美术，淡薄仔像顾德莎青春年代1970、80迄个骹斗文艺刊物的风格。歌手就会当捧起来寸笑，真亲切。褪开来读，互人倒甲想起以早介时行的流行歌谱啊，阁有影咧。上尾啊，教歌谱会当哪想哪吟。按装订设计来看，这诗集完全是顾德莎文艺青春梦的圆满。煞是用台语文来写，因为台湾文学华语独霸，台语互压迫壁骹区。顾德莎讲过，伊创作台语诗是想要和阿母讲话，甲拍家老的母语捡转来。代志无遐简单，文艺青春梦和母语意识掠外，澎湃诗意铺出来的巧路，互规本诗集清芳回甘。诗文、校对、朗读、录音、插图、封面设计拢家己制作，全本产的。上重要的是，朗读和用词训练在地腔口，这是一致化的台语无的。毋但记录家己的腔口特色，阁甲砍针有关，正做艺术的光彩。活跳精彩真水气。就我看来，规本册90几首诗，无甲台语现代诗的枯萎啊混看。花草的比喻，上顶含幼秀温柔的气口，是女诗人的旧步数。当然，顾德莎是真拼势，真认济汤仔有丰含的溪蟹，祝英台药方是趣味的灯写。人月说这叙述诗野心真大，火势展念，底句点化百工秋艺，万物该动讲该急，翕相用现代美仔，迄代人生是比如落叶的愿望，社会关怀。顾德莎极用心咧经营台语诗的基卡和主题。颠倒是有一寡放轻松的作品，有影是活跳精彩。对阿母去菜市仔写伊和妈妈的对话，唠俗语，讲生活的智慧，阁是去踅菜市仔，有流动的情景。某仔囝阮仔行，阮仔搭喙鼓，愈念愈趣味，亲像趣味头尾当咧发生的新时代。顾德莎的诗掠着台湾话这语言缩格带板料的特色，甲诗句写较顺阁把韵。你看九湾溪绿地起头第一拍，我年啊水气，野云做线，用雾西装，住伫1000公尺山顶，不染风尘。布青色的影，像莲花仔，照滚水解破，打湿无味的人生。轻花只有水暗时，天色若光就消失。顾德莎和人世消失啊！宛然轻花这首诗所写，毋过开点暗时的水印伫纸叶内底，是袂来消失的。伊在世时创办幼院儿童台语文学，望台语文学按囡仔开始定根。顾德莎甲人生上尾能量化作诗歌的光灿。袂输诸路朋友日头要落台湾海峡时，迄圆润润、红光光的日头，
像挺挺挺的玉山，光耀看茫茫的土地，这一切有文学来印记，互诗人永远伫咱的心肝头，袂来消失。